移动土，开工顺利。清境台南17档的富力媒体集团，秉持着社会道德甲责任，一步一脚印建立全台卫生台榜样。伫后疫情时代，公司业绩更是逆势成长10%。我安店创立17档我无互咱失望，咱无互咱失望，尤其伫咱这府城这足有文化、足有水准的所在，这嘛是咱台南第一间卫生电视台。伫这个景气真歹的当中，我嘛要甲咱报告，咱富力电视台是逆势成长，人是咧消退，咱是逆势成长，咱今年人咧消退就会腰斩，咱身价10%以上，所以讲我相信天公会疼望人，咱就是实啊做，来家认真甲做，发挥着咱府城人的这精神，尤其咱这台港400年，伫这个当中咱来创立来这个本土编列，其实这要开足侪钱，但是呢，为着咱这个文化传承，尤其台港400年，府建成300年，这，所以讲我感觉这咱身为咱府城子弟咱有足大的责任我讲求是求天下利啦，毋是求个人的利，所以讲我希望讲咱这个台湾佫更加进步。咱府城文化会当佫呢更加提升。动土典礼即天，市长王伟霆、民政局长蒋玲煌、市员陈怡贞、陈秋平、周丽景以及各界贵宾，也拢一同出席，共同见证。富力电视台对咱的人生的照顾，不管是民俗的保存、文化的提倡，还有综艺互大家娱乐，迄拢是足好的一个对咱台南有帮助的。那么真感谢富力电视台一直在台南深耕经营，然后在全国各地能够这个发光发热。底下再次要祝福我们富力电视台动土能够顺利圆满，业绩能够长红。富力集团董事长李彦忠表示，一路行来拢是凭着良心咧经营事业，任何产品拢是甲升级朴素、医药教授等专业人士经过渐把关后上市。特别是伫美容保养品的研发中心，更是聘请业界上有国际美容顾问的阮明月总经理亲自把关研发。17档来感谢乡亲好朋友一路支持，互公司会当不断成长。所以有责任陪伴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一路行落去。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